今日係7月27號，星期一。現在下午3點半啊。咁呢度城門水塘，頭先啱啱過咗嗰個位咧，就5號燒烤場。咁昨日咧就呢個紅霞，今年第一個風啊，第一個8號風，去到9號添啊，9號風啊。個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不過咧就帶咗好多雨水啊。9號風嗰晚咧，啲風都好犀利啊。咁今日咧，其實我主要就自己去行針山嘅，不過順便就嚟睇一睇呢個紅霞，即係睇下佢掠過嘅痕跡啦嚇。特別想去睇一睇嗰個大漏斗啊，即係城門水塘嗰個日流口，睇下滿瀉未。咁而家我係去緊主壩嗰個方向，跟住阿馬騮仔去。城門水塘大家唔知唔知啊，又叫做銀禧水塘啊 ，Jubilee Reservoir。進入個大壩範圍啊，嗰度係紀念碑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？下低有句拉丁文㗎 Nisi Dominus Fructura。有興趣朋友咧，我唔喺度開個謎底啦，自己查下咧，有啲意思㗎。我而家就咁望過去咧，寫咗啦，滿瀉啦。好，過去睇下先。好，轉過去左邊，去嗰個漏斗嗰度。呢段其實亦即係衛奕信徑第7段啊！哇，好舒服啊！啲風唔係好犀利，所以咧啲倒影都睇得幾清楚，幾靚。嗱，嗰個日流口，啲水咧噓噓聲咁流緊落去啦，過去望一望先。嗱，呢個就係城門水塘有名嘅中型日流口。嗱，當年咧喺呢個水塘設計呢個日流口咧，呢個設計係攞過工程師獎嘅嚇。哇，幾靚個倒影！好，喺呢度咧，伸入去影一影先。暫時未有咁多人走嚟。咁啊，以往咧呢一度一滿瀉咧，就會吸引好多啲攝影發燒友走嚟影相㗎啦。好，而家出返去，開始我嘅行程啦嚇。喺倒影幾靚。我會喺呢個主壩嘅呢個盡位咧，就開始記錄我行程啦。現在係3點47分，我就由呢度出發咧，就行麥理浩徑上針山，跟住沿城門林道咧就落返嚟，返落呢個位揼一個圈啊！好，現在出發。暫時咧睇個路況咧都唔算係太惡劣啦，即係紅霞過咗之後，都係有啲樹枝啊樹葉吹咗落地，咁呢個一般風雨過後會出現嘅正常現象啦。好，嚟到登山入口啦，喺呢個牌坊嗰度開始入啦，麥理浩徑第7段。上針山咧，
基本上就係10級以上。路程其實唔係好長，由剛才起步位上針山，大概係1.7公里。針山頂咧就532米，剛才起步位咧大約海拔200米。計一計，上升大約332米，係咪？其實唔止喎，因為上針山呢段路咧，中途係會經過2次嘅下降，落去2個凹位，先至再上嘅。或者係話咧，上針山呢段路可以劃分為3段斜坡。而家我走緊第一段斜坡，先經過麥徑 M126。3段斜坡咧，步行嘅距離分別咧，第一、第二段都係大約500米，第一段長少少，第3段大約300米。咁針山其實咧，我以前都拍攝過幾次嘅，不過就啲收音效果麻麻地啦，自己都唔係太滿意嘅。咁啊，針山呢段路咧，其實都係我自己操腳啊、鍛鍊身體經常行嘅一段路。最近呢幾個月可能都差唔多，平均1個禮拜都會行一次嘅。咁今日咧就冇帶我用開嗰個 GoPro 嚟拍攝，因為我都係臨時即興咧想記錄一次嘅，所以用緊部手機嚇。唔知個效果會點啊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大家見到咧，而家都陰陰天咁嘅。咁啊，今朝咧其實係試過有紅雨嘅，跟住變黃雨。以行山嚟計咧，其實幾舒服嘅嚇，起碼唔會太陽直曬住。現在係大約28、29度，400米到啦，行咗。咁有一個窗口位，睇翻個城門水塘主壩嗰一忽，鋪晒石級。呢係官方行山徑，特別咁有代表性嘅物路徑，一定係鋪得靚靚俾你行。呢度望翻過去金山孖子徑，好，差唔多啦。第一段斜坡行完，600米啊，差唔多啊。走一段平平地嘅路，回下氣。呢段平路嘅盡頭會經過一啲樹根，然後係麥徑嘅 M127，跟住落返去都係石級。下降路段好爽係咪？不過一陣間要還返啊，落幾多要上返幾多。走過第一段凹位路段，開始咧要上第二段斜坡。好，第二段斜坡啦。第二段斜坡咧，其實係500米到嚇個步行距離。好多人個感覺都認為咧，第二段斜坡咧係針山呢段路3段斜坡最難行一段。嗱，其實如果計平均斜度咧，應該係第3段最斜嘅。你好啊！第一同第二段，即係剛才嗰段同而家呢段咧，其實個平均斜度係相若。咁點解會覺得第二段最難行咧？
有可能因為已經第一段咧用盡咗好多體力，所以第二段咧好似已經冇貨啦。所以咧初行嘅時候咧，大家不妨咧喺第一段留下力。有時會經過一啲位咧冇咁斜嘅，所以見到啲石級咧都起得比較疏落啲㗎。跟住就繼續上啦。你好。呢段水泥石級盡頭會經過一個樹洞，出嚟係麥徑 M128。嗱，呢個第二段斜坡咧未完㗎，又係稍為有段緩衝路，前邊要再升一段，好少段嘅啫。一上到呢一段斜坡嘅頂部，就開始咧，針山呈現喺你眼前，完成第二段斜坡。呢啲山稔嘅花，跟住咧稍為有段暗斜落，預備迎接最後一波登頂。呢度要落一段。行最後一段斜坡，繼續上。見到藍天啊，有太陽出啦，不過暫時唔算好熱。走咗一半到㗎啦，已經睇到城門水塘、大帽山、荃灣一帶嘅景色。針山係俯瞰城門水塘嘅一個好地方啊！而家如果唔想咁辛苦咧，有另一個位鏡頭下底都望到嘅，中間嗰度響日台。不過咧嗰個位咧角度咧就斜啲，即係海拔冇咁高，因為始終唔及針山呢一度嘅景色咁遼闊啊！西面咧就望大帽山城門水塘，南面就望荃灣葵涌一帶。轉翻過嚟東邊就係睇翻西貢以至九龍嘅連綿山脈，馬鞍山、灣曲山、大金鐘。有啲雲嗰度若隱若現黃牛水牛，跟住係大老山、飛鵝山嗰度就現出嚟啦。再過係獅子山，中間凹咗落去九龍坳、筆架山，下低係城門下水塘。咁我繼續落山啦。剛才上山呢就行咗1.7公里。落山呢段路大約係500米嘅，基本上都係一啲修建好嘅石級。有啲人就中意行石級，但係亦都有人中意咧行旁邊呢啲泥路，兩邊都可以嘅。但係我個人嘅取向咧，盡量都係行翻啲鋪砌好嘅石級啦。起碼有2個原因，第一咧。咁你嗰啲石級咧，始終你落腳嗰個位咧係平位嚟嘅，咁啊減低即係跣腳嘅危險啦。第二個原因係為咗啲土壤嘅，行嗰啲泥路咧，行得多咧，始終佢個水分咧
會流失得快。咁我哋為咗俾啲泥土有喘息嘅空間，咁我哋盡量咧有得俾你揀，就盡量行翻啲石級咯。好啦，針山落嚟就129啦。咁呢度會稍為上一上先嘅，一個好少嘅凹位。嗱，落完呢段甩甩咳咳嘅路咧，跟住就會接翻一段好閒嘅路噶啦。大家見到啊，水泥路嚟嘅。咁而家首先咧要克服呢一段先。咁如果佢唔係鋪咗石級咧，大家可以想象下，都幾斜幾難行嘅。最後一段好好走嘅水泥石級，咁就上落針山一回啦嚇。紅霞留低嘅痕跡，都唔算好惡劣啫。上落針山去到個直升機坪啦，2.2公里。嗱，針山呢段路線咧，其實好多種玩法嘅。咁如果你想快啲翻去起點咧，就逆行一段，即係調翻轉上去，再落翻去主壩嗰度。咁樣咧就連續2次登針山啦。香港山界嘅有一個有名嘅比賽，叫做針山10登。10登嘅意思即係頭先嗰條路線咧，我哋來回5次，每來回1次咧就係2次登頂，來回5次咧就係10登啦。咁我而家咧餘下嘅路線咧，就繼續行一段麥理浩徑，咁直至到去 M132啊 ，M132就揾路落翻去泮塘徑。咁而家呢度係 M130，要去 M132，即係行多1公里先啊，先至去到嗰個路口位。留意下，回頭望咧有一個幾靚嘅畫面，左邊係針山，右邊係大帽山。如果你個手機個鏡頭夠歪嘅話咧，呢個畫面幾靚嘅。然後係 M131。呢度一地都係紅霞掠過嘅痕跡。嗱，前邊流動廁所有木艇，有牌坊去沙田嘅，就會經道風山啊，即係神學院嗰度啊，就去沙田市鎮大圍嗰邊。過咗呢個艇之後咧，段路稍為下降一段，呢段斜路咧會降到一個凹位嘅，海拔大約係400米，就係所謂嘅針草坳啊，就係針山同草山之間嘅最低嘅位置啦。咁跟住呢段路咧就會一路上返草山，呢就係我所講嘅路口位。繼續去草山咧，係要行呢邊嘅城門林道草山段。剛才嗰一段水泥路係針山段 ，M132個牌喺呢一度。我嘅第一條片應該係就係去嗰個交叉石。
就行呢段路啊，去到134差唔多嚇，就會去交叉石。好啊，我哋喺呢一度咧就轉去左邊。咁而家呢一度咧，我哋仍然係繼續呢個針山段嘅城門林道。所謂城門林道，其實就係呢啲咁樣嘅水泥路，可以俾車行嘅林務車道。跟住呢段路咧，基本上係一路下降，直至到落返去泮塘徑。微微上返一段，係，跟住就繼續落啊！中間咧有一段都幾斜下，希望影出嚟唔會太過晃動啊！好啦，見到呢個紅色嘅慢駛嘅牌，呢段針山段嘅城門林道咧告一段落。咁啊，落到嚟呢個位係城門泮塘徑。喺呢度有條分支路線咧，就上去嗰個十翠坪，再落響日台嘅。要翻去起點咧，就轉左，兜翻去主壩嗰度啊！剛才嗰段針山段嘅林道下坡路，大約係1.5至1.6公里啊！前邊要掟個靚彎 ，S 彎啊！跟住冇咁斜啦。下坡路盡頭咧會經過個石橋嚇，下低有條好大嘅溪澗蝦公坑，跟住會微微上返去啊。首先會經過郊遊場地，一個幾大嘅郊遊場地，呢個係14號啊，14號郊遊地點。咁餘下路線咧會依次序啊經過15、16、17嘅郊遊場地，就會翻去剛才我起步嘅地方噶啦。呢一段路咧，沿途咧偶爾有上落，幅度唔大。前面嗰度咧又要再上一段嘅嚇，時有上落，幅度唔大。呢個係15號郊遊場地啦。再微微暗斜上，再上升一小段，跨過啲欄杆開始睇到風景啊！呢度啊，再行前少少，有個小觀景台喺嗰度，可以慢慢休息下，再細心欣賞嘅。有2張好都有特色嘅木凳。呢個山脊啊，一路上到去中間呢一度有個涼亭嘅，咁嗰度就響日台。咁啊，再上咧，再高一個山頭咧，就係十翠坪。去睇個風景咧，就繼續行啦。大約仲有900米，咁啊，基本上都係一路嘅下坡路段嚟㗎啦。16號郊遊地點，17號郊遊地點，咁啊仲有100-200米啊，就返到去主壩嗰度㗎啦。掟個靚彎，
翻嚟針山入口啦。我大約1個鐘頭45分鐘之前咧，就喺呢度開始上針山啦。落翻去起點，頭先我喺呢條斜路上嚟嘅，咁我而家咧就影另一條路俾大家睇啦，就係行呢邊個樓梯，衛奕信徑。咁一落嚟咧，就好清楚睇到咧嗰個水掣塔啦。記錄到嚟呢一度7.4公里啊，1小時46分，5點34分。咁我哋再欣賞下呢個主壩周邊嘅景色，跟住先至撤退啦。再去影多次嗰個日流口，因為而家咧近日落時間，影出嚟會靚啲。哦，好靚啊！今日嘅行程咧都幾開心啊！唔係太熱，又可以睇到嗰個日流口滿瀉嘅情況啦，同埋行完翻落嚟咧，就睇到啲好靚嘅夕陽嘅景色，幾開心！下回再見。